增加播放清单的方法，要这个从 YouTube 的浏览程式，然后找到这个影片，那个自己频道的标签，就是要按右上角，按这个，然后有没有看到你的频道？要点按你的频道，点按你的频道，然后来右下角有没有？右下角有个媒体库有没有？右下角有媒体库，按进去，然后有没有找到新增播放清单？新增播放清单有没有？你看，要做这个了，26式全文逐字念这个，新增，刚刚有复制了，要按继续哦。要按继续啊，按继续。刚刚那个按了一部影片，那个要删掉，要勾选，要退掉。按错了，来按继续，有没有？新增播放清单了。然后这边要先选好，设定隐私设定要先选公开，然后来标题贴上去啊。刚刚有那个复制过了啦。那26式全文逐字念，要区别一下，让电脑会判断正确。26式全文逐字念，清单02，清单播放清单啊。清单一个清单200项呢，200部影片呢，因为呢，桌上型电脑萤幕显示的200项，所以这个影片超过200项就要新增播放清单，按建立哦，按建立哦。问题是，按检查。清单2，清单2这个刚刚原来没有按确定还是建立的刚刚也有操作过没有成功，就因为没有按那个建立了现在都没有影片对不对？再回去那个播放清单，按这个有没有看到266部？按错了，有没有266部？就要按这个进去了，因为要从这里面找到影片，然后要把它加到这个第2个清单，就从这个已经做好的清单里面去找，他自己心里有个谱了心里有个构想，说从水草开始，这个按照朝代先后顺序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一直下来，不是那个三国那个曹魏哦，所以要先晋书，《三国志》之后要晋书，然后宋齐南齐史，宋史、南齐史、梁史、陈史，然后北边有魏史、北齐史北周史，然后再隋史，应该是先南史、北史，然后才是隋史。隋有没有看到隋？时间长达11小时59分56秒，制作用Extracut 那个剪辑程式来剪影片 WMV 档，
串流影音档，剪辑的话，剪出11小时59分55秒，不能超过12小时。那上传又增加1秒，你看，按右方3个点，按标题右方3个点，然后来储存到播放清单，点按上去，点按一下，有没有看到清单2增加了？这个清单2的这个项目已经有增加了，按下去，点选按下去。那这样的话，原先那个要不要删掉呢？原先那个要不要删掉呢？先不要删掉，先第2个清单完成了以后再说。没有删掉也没关系，因为它不会显示的。这2个清单都有，这样比较好呢。2个播放清单都有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但是桌上型电脑萤幕看到的是最多200项，之后的所以把它安排在第2个播放清单。你看这全部播放清单700多项呢。这一页的话14项，那这700多项要几页了？你看，有这样吗？可能有的没有显示哦，应该不止这样而已。700项除以14的，60几页呢。5吗？50几页，5乘以14就要70，那50几页，700多项是50几页。如果在那个 YouTube 的网页来看的话，存成 PDF 档的话有50几页。不是不一定50几页，因为这个是这里看到了。有12项，也有14项的了。这里看到了有12项，也有14项了，13项了，跟网页看的不一样了。也是700多项，很多了呢。有没有看到26史全文逐字念括号清单2？历史有声书哦，有声书版权开放哦，已经做好了哦。好，来按完成哦，要记得按完成哦。来，再去找播放清单。播放清单要去点按最近新增，跑掉了呢。这样要找到26史的不容易找，先找那个 A 到 G 的。然后再找最近新增。有没有看到？有出来了，有打星号的是新增的，没有打星号的是第一次做的原先的。现在就看到26史全文逐字念播放清单已经有2项了。按进去看，要按进去看。你看刚刚加的又在这里了，有没有？可以加到200项这样，桌上型电脑萤幕看可以显示到200项，这样还不会有的没有被看到，增加曝光率。